只要我死得掉，看下去，他现在毫无防备，杀得掉。看下去，好吃吗？大师兄，我还想去那边玩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吃吗？好吃呢，我下次还带你们出来吃，你们都不要告诉师叔哦。算了，他那么蠢，随时都可以杀的，就让你再多活一阵。是师妹啊。我一个人害怕睡不着，我要跟你们一起睡。哦，好，你先进来，外面冷。